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4月21號星期二，歡迎收睇幾時每日新聞報道。今日嘅重點新聞有：律政司入稟申請充公黎智英超過1億2700萬元財產，涉及17間公司股份同埋62個銀行戶口，案件排期7月8日處理。宏福苑聽證會今日提及地盤食煙問題，勞工處話巡查咗17次都未見到工人吸煙，所以投訴唔成立。處方打算修例准以居民影像作證檢控。首先，同大家跟進下黎智英案嘅最新消息。律政司最近正式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充公令，想充公黎智英名下同罪行相關嘅財產，涉及嘅總金額超過1億2700萬港元。呢次行動係政府根據港區國安法第32條同埋相關嘅實施細則提出，聲稱目的係要切斷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嘅資金鏈，防範有人利用呢啲資產繼續從事危害國安嘅活動。今次政府要求充公黎智英名下17間公司嘅股份，當中包括大家熟悉嘅壹傳媒有限公司，仲有力高顧問有限公司、Next Animation Studio Limited 等等。喺入稟狀入面，淨係其中2間公司股份嘅估值已經達到大約7139萬港元。今次亦涉及62個銀行戶口，入面分開咗黎智英個人名下嘅15個戶口，涉及大約3230萬港元。另外，仲有47個相關公司嘅戶口，入面大約有1211萬港元。律政司又要求充公黎智英喺2宗案件入面交過嘅1000萬港元保釋金，就算佢喺之前嘅科技園欺詐案上訴得直，原本法庭頒令可以退翻俾佢嗰200萬港元罰款，政府今次都要求一併充公。仲有嘅係，連黎智英之前轉名俾陳梓華嘅離岸公司 LACOC Incorporate 銀行戶口入邊嗰8萬蚊，都喺充公名單入面。今次呢份充公令嘅申請，高等法院已經排期喺今年7月8日，由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負責開庭處理，預計需要1個鐘頭左右。另外，黎智英嘅仔女黎崇恩同黎彩最近喺倫敦接受《泰晤士報》訪問，公開咗幾份黎智英喺獄中寫嘅家書同埋手稿。黎智英身為虔誠天主教徒，佢喺獄中會睇神學書、祈禱同埋畫畫。佢喺信入面仲好關心個女嘅生活，叮囑佢要把握機會提高廚藝，話呢個係為屋企人，亦係為佢建立嘅寶庫。佢仲好具體咁建議個女要多練習煮廣東風味嘅海鮮，特別提到蒸魚同埋鮑魚。黎智英喺信入面流露出對家人嘅感激，形容個女係佢嘅守護天使。透過苦難，佢意識到如果生命唔值得為之拼搏，就唔值得活落去。佢覺得而家先至最接近完全活着。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下個月會訪問北京，黎崇恩希望特朗普可以向中方反映，持續拘押黎智英並唔符合中國利益，爭取釋放佢爹哋。轉去睇睇宏福苑大火聽證會，今日踏入第16日，關於工人食煙嘅問題，勞工處時任分區職業安全主任林秀清話，雖然處方因應投訴已經加密突擊巡查到大約每個月1次，但人員17次到場之後，往往係未見到工人吸煙。佢舉例，2024年7月巡查宏盛閣時，現場連煙頭都冇發現，所以結論係唔成立。到咗10月另一宗投訴，雖然巡查人員喺現場發現咗煙頭，但因為證明唔到係邊個工人食嘅，最終都係未能成立。講到法例限制，林秀清話，根據現行法例，工人響地盤吸煙本身冇違反職安健法例，除非現場存在易燃物構成顯著嘅火警風險，處方先可以根據建築地盤安全規例發出禁煙令。高級分區職安主任李萬邦亦補充，由於事發前處方並冇界定發泡膠係易燃物，導致當時根本發唔到禁煙令。針對呢種睇唔到就執唔到法嘅困局，委員會大律師李樹媛就質疑，依家嘅情況係問題唔係冇發生，而係睇唔到發生。對此，總職業安全主任袁子樂表示，處方正考慮修例。佢提到，將來如果收到居民提供嘅吸煙片段或者相片，就算人員唔喺現場，
處方都可以進行檢控。另外，處方亦正計劃向控煙辦取經，考慮利用無人機等科技去搜證。袁子樂亦指出，如果巡查時發現遍地煙頭，處方會將呢啲客觀環境視為佐證，去考慮採取執法行動。聽證會另一個焦點就係葉賢發保交風槍。根據聽證會嘅證據，早喺2024年10月，即係火災發生前1個月，已經有居民向1823投訴承建商宏業用發保交風槍好危險。當時呢張投訴紙喺政府部門之間轉嚟轉去，房屋局獨立審查組 ICU 將個案交俾勞工處，但勞工處查完之後，覺得發保膠係建築物料，唔屬於佢哋管轄嘅職安範疇，於是喺11月11號又將個波推返俾 ICU。代表委員會嘅大律師李樹媛就喺會上直言，勞工處同 ICU 根本係互相交波。而時任勞工處分區職業安全主任林秀清亦承認呢個係客觀事實。林秀清又承認，佢喺2024年10月回覆市民投訴嗰陣，竟然話法例對棚網阻燃並冇涵蓋相關標準，仲話火災風險相對低。但原來當時嘅工作守則已經有提到棚網要具備阻燃效能。喺聽證會上面，大律師李樹媛直指呢個回覆係唔準確。林秀清最後都承認寫錯咗，話當時嘅回覆可以寫得更好。另外，勞工處仲承認咗一個好大嘅漏洞，佢哋喺2025年要求承建商宏業提交新棚網嘅阻燃證書，點知對方竟然俾翻一份22個月前，即係2年前嘅舊證書。林秀清承認當時處方冇對比新舊版本，淨係睇咗測試結果就收貨。結果呢批新棚網後來被發現根本冇阻燃功能。對於呢點，總職業安全主任袁子樂喺聽證會上承認，處方只會信承建商，如果對方係處心積慮去呃人，處方係無法防備。聽證會仲討論到一個好矛盾嘅問題，就係棚架上面開嘅生口，即係工人逃生口。勞工處代表李萬邦話，從職安角度開生口係為咗工人起火嗰陣可以快啲走，冇違反法例。但係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就即刻指出，呢啲生口會令濃煙攻入大廈，令居民冇得逃生。工人之利同居民利益似乎有好大衝突。今日亦都係宏福苑災民返屋企執拾嘅第2日，有居民落樓之後接受記者訪問，屋都燒到80%㗎啦。上去都係抄下有冇嘢？有啲咩最有價值嘅嘢係冇錯揾得翻嘅？最有價值我隻手錶啦，我哋結婚用嘅手錶咯，同埋結婚有啲金器咁咯。同埋我把架批樹嚟嘅刀啊，冇咗啦！批樹嚟嘅刀啊，有咩咁特別啊？12寸長，我細個嗰時就咁樣轉，批完之後成朵花咁嘅。係喺邊度買翻嚟嘅？冇得買㗎，我老豆傳落嚟㗎。家傳之寶啊！係啊，好啦，快啲入走啦。住幾多樓㗎？16樓。咁今日行樓梯上去樓梯，即係對於行樓梯有冇啲咩準備咁樣啊？冇問題，因為我平時都行山嘅，16樓個前有時我都行上屋企嘅，所以冇問題嘅。睇 OK 嘅都。多謝你哋啊！點稱呼啊？點稱呼？姓梁嘅我。姓梁嘅。我想問多兩句啊，即係可唔可以簡單講下今日準備咗啲乜嘢，同埋個心情點樣？準備一張摺凳，慢慢坐喺度抄嘢啦。有啲護鏡啊，或者係手袖啊嗰啲啦，都係防禦性嘅啫。預咗係冇嘢嘅，即係順便上去睇下，悼念下間屋啦。點樣悼念啊？望下我住咗40年間屋啦，都冇乜特別啦。多謝晒。其實今朝8點幾已經有唔少住喺皇新閣中層嘅居民喺大埔墟火車站搭穿梭巴士準備返去。至於攝影發燒友盧山，佢嘅損失就相當慘重。佢屋企幾廿個相機鏡頭，包括一啲 Leica 鏡頭，估計值60至70萬，全部燒到變咗白色。但佢睇得好開，佢話冇感受嘅，人安全啊，最緊要生命。你有生命先有得玩鏡頭。下一則新聞，今日特首李家超喺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見傳媒。李家超被問到政府會唔會管控油價，佢話對於油價變化唔敢抱以幻想，
雖然依家比最高位回落咗啲，但依然比戰前高。政府嘅對策係提供短期補貼，目標係呢個月底推出每公升3蚊嘅柴油補貼，5月內推出商用車隧道費半價。不過，李家超喺強調任何措施都要係臨時性同埋有期限性，唔可以製造公共財政風險。最後睇埋股市表現，恒指全日收報26,487點，升咗126點，升幅大約0.5%。今日恒指其實一度高見26,529點，係自2月27號以嚟嘅最高水平。而國指升44點，收報8,943點，而恒生科技指數就微跌4點，收報5,061點。今日大市成交金額縮減到得返2,051億7,700萬元，比上日少咗超過15%，係近2個月嚟嘅低位。今日表現最突出嘅股票係新股盛宏科技，收報315蚊，比定價大幅暴升咗50.09%。藍籌股入面，寧德時代表現最醒神，升咗4.77%，收報736蚊，亦都創咗上市新高。相反，信宇就係表現最差嘅藍籌，跌咗2.42%。科指股方面，地平線機器人升咗2.47%，係升幅最大嘅成分股，而嗶哩嗶哩就跌咗3.02%，排喺榜尾。資金流向方面，北水今日轉返淨流入37億3800萬元，終止咗之前嘅流出情況。今日嘅幾時每日新聞報道就嚟到呢度，多謝各位收睇，守護真相，永不放棄。我哋嘅堅守需要大家大力支持，更加需要大家訂閱我哋嘅頻道。聽晚再見。